讲到这个焦糖，很多观众朋友一定也跟我一样了，最怕煮焦糖了，老师。我煮的焦糖怎么最后变冰糖嘞？焦糖有人是说直接糖下去就直接开火让它煮，直接煮到变焦糖。那我的习惯是说加水。让它一开始就先融好，因为如果你直接糖下去煮的话，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你中间还没有到焦，边边已经开始焦了。对，因为我这一道会用到必须拌，所以我用的是不粘锅。OK， 所以等一下会比较好处理。大家要看仔细哦，这个步骤哈。然后我会加水下去，所以这时候都还没有对，还没开火。所以 Step 1哈，第一先加糖进去。然后第二倒水进去，然后呢拌匀，对，火都还没开拌匀以后呢，我开火哈，拌匀之后才开火。其实如果是这样子来煮的话，非常容易。好，然后还有呢，看到这个是生的，对不对？哎，这个我已经稍微烤过了，对，你们可以一般买市面上它已经稍微用低温烘焙过的也可以，这就不需要自己在家里再烤过。那我是带皮的哦，对，事先用150度的烤箱烤10分钟。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杏仁，是带皮的杏仁。那老师可不可以用核桃啊？也可以，也可以，或者是如果你嫌煮这一道工太麻烦，你可以买牛轧糖。或者是杏仁糖，对，直接来做也可以。哦，那对，我可能会选择这个，虽然我也很好学，但是偶尔也会很想要偷懒一下。对，其实这样子比较简单。哇，快要到这个紧要关头了，观众朋友，这个时候要非常的专心在我们这个锅子了啊！你会发现水分呢越来越少。对，它有一点点开始在变色，然后开始有一点黏了哦。对，好，我们差不多颜色了哈。好，观众朋友看到温妮老师这么细心的哈，在做这个焦糖哈，你就会发现，只要照温妮老师的做法哈，绝对不可能失败。很简单哈。对，很简单。好喽，老师。好了哦，差不多了哈。那我们把这个杏仁倒下去哈，然后把它拌一拌。让呢每一颗杏仁都裹覆着这个焦糖，对，然后关火哦。这时候老师的动作就是关火喽。对，然后把它倒出来，倒在一个那个烤盘子上面。烤盘子上面。对，烤盘子。那这个非常的烫，大家操作的时候要小心哈。那可以的话是把它摊开，那因为这个蛮粘稠的哈，没有摊开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之后会把它整个打碎。哦。对，会整个打碎。这个好像老师，我们这个台湾在卖的那个什么花生糖，对，其实就是同样的做法，就是这样子。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我们不买这个杏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呢花生糖哦。那我们就是把它放凉，赶快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做的这个杏仁脆糖哦，已经硬了，对不对？对，已经硬了。然后我现在把它打碎，就放到调理机里面打碎。那打碎的时候就是打一下停一下，打一下停一下这样。好，老师，为什么你刚刚说打一下要停一下呢？是因为机器的关系呢，还是说它不能连续打，怕那个温度一热的时候把糖融掉？打一下停一下，它会让那个整个沉淀一下，然后颗粒会比较均匀，不会说只集中在某些地方。如果观众朋友没有调理机没关系，我们就是呢用这个擀面棍，然后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用敲一敲，用敲一敲，其实就已经会很脆了哈。那稍微让它有一点点颗粒，会带一点口感。是，对。那我们打完这个以后呢，接下来要打鲜奶油。它已经开始在发了。所以呢，很多观众朋友呢都会很怕打这个鲜奶油，不用害怕哦。老师，你看他都没有加这个冰块水，你就是连钢盆连这个鲜奶油一起去冰，好就可以了。那至于打到什么，通常很多人都说，打到这样尖嘴的样子，好，就是有一点立起来啊，你不要打过头了。过头的话呢，吃起来这个奶油呢就不够滑嫩，而且对，会这样泡泡的分离，对，会容易分离哈。打蛋白的时候呢，我们要加一点点的盐巴。先让它盐巴有帮助蛋白的那个泡稳定哈，那我们就先让它打到起泡。所以说打这个蛋白并不像做蛋糕一样
然后糖要分次加，那我这个糖有一半是要加在蛋黄，一半是要加在蛋白，所以这个蛋白也是要达到所谓的湿性发泡呢，还是干性发泡？达到干性发泡。干性发泡。对。然后我的糖要分次加，1大匙的糖要分次把它加进来哈。差不多了哈，我们蛋白一样也是不要打过头。对，像这样子叫做这个鸟嘴形啦，一般就是说鸟的嘴巴的那个形状哈的时候呢，就是所谓我们的这个今天要做的这个脆糖这个半冷霜的这个蛋白的打发部分哈。像这个蛋白，老师刚刚是从冰箱拿出来，是要室温，对，好，不需要隔冰水。好，接下来我们要打这个蛋黄，然后打蛋黄一样，我也是先把它打散，然后我再加糖。然后把它打到有一点点变白浅，对，变浅一点，颜色浅一点的程度哈。然后我们要加一个比较特别的酒，就是来自西西里的玛莎拉酒。我们台湾人买这个会拿来做提拉米苏。哦，原来就是做提拉米苏的灵魂。那我们大概加1大匙左右哈。那一样把它拌匀哈。好，我们现在呢要来呢组合。好，观众朋友要看仔细哦。打发的鲜奶油哈，我们不要一次加，我们先加一部分进去，也要分次加。那我们是先用切的方式让它混。其实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应该会非常清楚，我们在做甜点的时候呢，尤其在这个蛋白霜啊或者奶油霜呢，要跟我们的这些粉类啊这些面糊啊和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切割的状态。好，我们不希望它会消泡。好，那我们继续把剩下的都一起拌进来哈，一样也是一些一次。老师在拌的时候呢，先跟观众朋友看一下，我们利用一个小小的这个烤模。好，这个烤模呢，我们老师呢先用油呢在烤模的内部全部都抹上了这个橄榄油，之后呢才铺了一个这个保洁膜。这个工序不太一样哦，很多人都以为是涂在保洁膜上面，老师不是，因为待会儿你冷冻的时候这样子会很好，就把它拿出来。对，而且这个保鲜膜也会比较好贴住壁，对，待会儿的形状会比较漂亮，因为它比较贴哦。2/3的杏仁加进去混哈，我们留下一部分是要在那个底的，对，在铺底的。哎，我怎么这么有概念啊，老师？好厉害，老师快被我打败了。那我们把剩下的1/3哈铺到底部，那倒扣过来的时候，它那个上面就有一层脆脆的这个杏仁脆糖了哈。好，那我们这里呢，我们做好以后呢，我们在上面可以再封上保鲜膜，对，这样比较不会跟那个冰箱里面的异味哦混杂在一起。对，然后放到冷冻库去。好，我们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脆脆的杏仁脆糖要开始要呈现给观众朋友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整个模型倒扣出来哈。啊，这个时候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刚刚要用这个橄榄油涂在这个保鲜膜跟我们的烤模中间了哈。哇，很好吃哎，又像冰淇淋，对不对？对，很像冰淇淋的口感，雪糕，太好吃了，老师，你这道甜点我很后悔，我刚刚已经把咖啡喝掉了。观众朋友不能再看我这个吃了哈，你们这道甜点呢一定要学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我对甜点是很挑的，我有时候呢我不会说不好吃，我就是不会夸奖，那就表示没有很好吃。那被你夸奖，这是我的荣幸。是的，是的。杏仁脆糖拌冷霜的食材：鲜奶油250毫升，蛋2颗，细砂糖2大匙，盐少许，玛莎拉酒或白兰地1汤匙。杏仁糖的材料：带皮杏仁75克，事先以150度 C 烤箱烤10分钟，细砂糖75克。杏仁脆糖拌冷霜的做法：锅中加入75克细砂糖及1小匙水拌匀开火，不时摇动锅子，使糖水平均受热。煮成焦糖后，加入杏仁拌匀，倒在烤盘纸上，铺平放凉，即成杏仁糖。将放凉的杏仁糖用食物处理机打碎。鲜奶油打发，蛋白加一点盐，打至起泡的程度。将1大匙的细砂糖分次加入，打至全发。蛋黄加1大匙的糖，打发成淡黄色。
打发的蛋黄加入白兰地拌匀，依序分别加入打发鲜奶油及打发蛋白拌匀，最后取2/3的杏仁糖加入拌匀。模型内抹油，铺上保鲜膜，底部铺一层杏仁糖，再倒入拌好的奶霜，上面用保鲜膜封好，放入冷冻3到4小时。使用时倒扣取出，分切小块即可。